行转爱走。西顿世界九江风，九江风旅行世界，烈风行过台湾。我是念人风岛的将开始结字的诗的，日头留身体本疆土，没记得挨了条西道，你听无想到一张写信，就留班上书嘅网络，才属变色风格。后生人寄成客家西装条，不过漫山漫野风的诗的。做唔得围困到了西道，爱听听九江风，做客到他乡。当车子开进小镇时，一阵阵的柿饼香飘了过来，许多做柿饼的人家，屋前屋后都摆满了柿子。初秋的新竹、新埔、旱坑里，九降风刚起，烈日也没有逊色，风吹日晒，金黄色的柿饼为旱坑里添上一抹迷人的色彩。几何图案的金黄色柿饼海与忙碌工作的农家交织成最动人的秋日美景。游客按下快门的手，舍不得停下来，就是不想错过这动人的橘色秋景。怎样讲？起饼，哦，讲得很标准。每年9月到1月是旱坑里晒柿饼的时节，期间限定的美景总是吸引大批游客造访，也为小镇创造极高的观光效益。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这里包办了全台湾90%的柿饼产量。因为这边是天时地利人和哈，新竹的风非常有名。农历9月来的东北季风，我们叫它九降风。九降风来到这个山谷，会像大型的烘干机，所以是很适合做柿饼的地方。当地农家从没辜负老天爷的恩赐，近200年来，他们坚持一贯的职人精神，遵循古法手工制作柿饼。早期我们很辛苦啊，要用手削，而且还是用这个，这个，以前是用这个，然后它削出来很薄如蝉翼它这个机器削的比较厚啊，而且呢，小时候我们要抢第一道阳光啊，即使我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那2点3点妈妈就叫起床了。然后妈妈会训练我们说一刀不断。扎扎实实的训练，让刘珍珠练就出一身好手艺。不过讲起从小学做柿饼的甘苦谈，现在想想
都还冷汗直流。我都说这个小李飞刀啊，小李飞刀，因为这个你手上没有给它缝个几针不能做师傅。譬如说这样子，不小心你一划过来，这边就哇就下去了。哦，你这个挖一挖打瞌睡，哇，就会下去了。削皮去地头只是开始，接下来是不断的风吹、日晒、炭烤、揉捏的反复过程。你现在是捏第几遍？头遍那它柿子软的时候，它就捏一下，它的涩涩的水就会慢慢被挤出来，然后就会变成再拿去晒、拿去烤。这个是要当湿干的，它晒比较干了这个很硬了，这个不好捏。其实柿饼原本是客家人用来逃难的口粮，因为柿子树容易种植，而把新鲜的柿子变成柿饼，能够延长保存期限。客家人的智慧与刻苦精神，在小小的柿饼上表露无遗。遵循古法，道道地地的好滋味，让柿饼为新埔小镇每一年带来1亿3000万新台币的产值。柿子不仅是新埔镇民糊口的加工农产品，更是让他们抬头挺胸的经济命脉。然而，有200年历史的新埔柿饼，却曾经因为 WTO 开放政策等等原因，一度让这金黄宝藏黯然失色，会变成说一个断层的现象。等到它那个大陆的进来之后，对我们这边市场的给它瓜分了所以说也做的利润也没有那么好，因为会拼价钱嘛，所以年轻的就比较会外流到工厂上班。那些年对新埔柿饼业者来说，市场比九江风更冷冽。许多为了拼事业添购机器设备的农家，因此负债累累。年轻一辈看不到前景，只能选择出走，剩老一辈苦撑着。就在大家觉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没想到一张照片竟然扭转了新埔柿饼的命运。知名摄影老师陈春龙总在台湾各地搜寻私房摄影景点。30多年前，他就是这样误打误撞找到了柿饼农场，意外改写了柿饼业者的命运。在30年前的时候，我去了一个新埔，一个汉坑里，然后我就在那边找的时候，翻山越岭，到了山谷中的时候，看到这一户人家，而且刘家的姐弟，然后母子你们就在那边安逸当下，在生活，在工作，那一种的感动，让我当时想到我最原始的、最真实的一个画面，所以我去拍了。拍完了以后，我发现了这个很好的题材，所以我又找了很多同学，带同学去拍照。结果一个一个同学去拍照的时候，发表出来的时候，那时没有人发表，哇，都得在金牌奖，每张都得到金牌奖。那从此呢，把这个地方放到服务在很多媒体上面。那很多媒体上面从南到北，也因为我本身有在南部、中部、北部在上课，所以我把这个扩及面扩得更大，让更多人来拍照。结果现在你看到，哇，满山满谷都是人潮。岁月静好的感动，深深震撼陈春龙。他带着学生拍出了一张又一张的橘色美照，获得不少摄影奖的肯定。晒柿饼的美景也因此在网络上被分享传播，再加上柿饼农场对待摄影爱好者的友善态度，口耳相传之下，吸引许多游客慕名前来。当时是茅草屋，大家为了居高来拍照的时候，我班上同学从上面拍照，结果摔下来了。这摔下来以后，摔伤他们的心。也因为摔伤之后呢，他们开始一定要让来访者很安全，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整建他房子，把它整建上去。这是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农场主人自掏腰包改建房舍，只为了维护摄影者的安全。
这份心意在一张张照片的扩散下带来人潮。当时总在假日回来帮忙的刘竹英、刘珍珠两姐妹就成了现场的模特儿，担任起柿饼代言人的角色。其实说实在，我不习惯给人家拍，而且我想那个时候我是一张不讨喜的脸，因为管工厂管太久很严肃，人家都是一张复刻脸啊。所以我在上面有时觉得说，哎，大哥，你到底拍够了没？这样子，慢慢的又听到很多老师，摄影的老师他带学生来，他会讲一些以前我不知道的事，就是说他来拍我爸爸妈妈因为他那个去别家拍人家不喜欢，来到这边受我爸爸妈妈就让他们拍那种好客的精神慢慢的就把我那个流失的一些记忆慢慢的补回来，慢慢的可能感觉原来是这样的温馨，然后可能是这样啦。然后那个摄影的人他在拍你的时候，他就说：“阿姐你好漂亮哦，阿姐你笑起来好可爱。”这种话听多了自己也快乐起来。所以我现在好像觉得说，叫我不笑好像有点难。谁都没想到，一张照片竟然扭转了柿饼产业的颓势。人潮来了，钱潮也来了。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之后，让他们开始有了创新思维。这家传承4代、有160年历史的柿饼农场，决定结合观光，为柿饼赋予新的价值。因为主要会刺激我想要说去把它转型的话，就是有一次那个爸爸的那个朋友，他就是都跟我们批柿饼嘛，他就说，佛义兄，你做柿饼让一季赚了多少钱？我爸爸就说，家人的工钱合一而算起来，就差不多30-40万。如果60-70年前呢，那7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30-40万是也蛮可怕的了，也蛮不错的但是他那个中盘商陈先生他就说，你搞屁我跟你批柿饼来卖，我就赚了60几万。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会感受到，下雨天烂事，我们整夜都没办法睡，柿饼腐烂坏掉的，那些成本又要我们吸收，这样熬夜做的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柿饼，他们轻轻松松，他差不多1个礼拜来一次，一个包袱背着来，在家里住1个晚上多少货点一点，他就这样子寄火车到台北卖，他轻轻松赚了60几万，所以想说这个中间的剥削太厉害了，才会说来个转型做观光。只不过转型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从农家转型观光农场，说起来其实并不容易，光是要过老人家那一关，年轻一辈就费尽了不少心力。在我们这个观光农场的开始的话，就是要准备东西，弄这个弄那个我爸爸在骂，他说小鸟望东飞我们的柿饼产季只有2个月而已，你不认真赶快做生产就搞东搞西弄这样，像这个车子啦这样，因为以前都是很会拿，是一手一盘，这样早上端出来，晚上又端回去，很累。后来就研究这个车子，结果车子我有一个哥哥，他也有做了，他是大学生，结果他的是太窄，会翻跟斗还有他那个时候的话，因为我们这边柿饼业者的都是像柿饼现在搭棚架，柿饼做完就棚架拆掉就种菜了他那个泥土的没有平嘛，所以当然车子会翻掉这样。太阳公公晒一晒，就将花儿吹吹吹，生个炭火烤呀烤，左捏捏，右捏捏，上捏捏，下捏捏，事事如意耶，好事连连耶，百事可乐耶，心想事成耶，万事如意耶，好棒哦！开放观光的想法，
为新埔柿饼带来全新的商机。原本远嫁他乡的刘家两姐妹，也从假日客串转为回到家乡蹲点生根。柿饼季的观光人潮实质带动了前潮，但对当地民众来说，最让人开心的不只是收入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许多远离家乡的游子愿意返乡。就像农场第4代继承人吕义成，原本从事电子业，他因为看到了柿饼产业的希望和前景，决定返乡继承家业。行转爱州。西顿世界9公峰，9公峰里行世界，2峰行过台湾，为是念人峰岛的将开始结子的事的，日头留身体本疆土，没记得俺俩到西岛，你天无想到一张写信。就留班上所嘅網絡才屬變色風格，後生年基成客家西裝條，唔過漫山漫野風嘅事嘅，做唔得被困到了西島，愛停定叫江風，做客到他鄉。来，头转过来，菜单放一个笔杆，1、2，耶 ，OK。面对游客的镜头，泰然自若。他是柿饼农场的第4代继承人吕义成。因为皮削完之后，我们先进去炭烤，烤完我们才晒。那烤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先做一层保护膜去保护它。现在吕义成解说起柿饼制成顺畅流利，如数家珍。不过他从小并没有想要接棒继承家业的念头，曾经离开家乡从事电子业，但一来看见了年迈爸爸越来越没有办法搬动沉重的柿饼，二来他看见了这项传统产业的另一个发展，于是毅然返乡。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是在电子公司上班，那其实也很多同事就说，你为什么要出来工作？其实你家里就很好了，你家里就有工厂了，就有在做生意，为什么不继续做？要出来工作？然后大家就想，爸爸年纪也有，因为又只有我一个人啦。对啊，然后我想说，好，那不然就回来做看看。回家想展现身手，没想到第一步就遇上了跟爸爸观念不合，起了冲突。因为从小看到父母用纯手工的方式做柿饼实在太辛苦，于是吕义成提出要全面采用机械化的想法。机器我也知道比较方便啊，但是我们只要做的跟人家的饼是不一样的话，大概要付出更多的辛苦的代价。除非你真的很透彻这个它的柿饼的那个做法那没话讲了，你要用机器我也没话讲。他是年轻人是想说，因为现在科技厉害嘛，机械化一贯作业之后全部下去，这样也比较稳定啦。但是也并不是说不可行问题就是说要你的它的柿饼它在变化的过程中，你要拿捏得很好，那个时候温度该去要该给它休息这样当然了，我的是希望他能够把这些的我的经验我当然是希望他接下去我们的既然做出来的品牌就要保持下去，以那个为根本你再去发挥那些这样。就在父子观念上不断冲突磨合的过程中，吕义成竟然也慢慢体会到父亲的坚持其实是有道理的。有啦，刚回来的时候就是像我讲，我会建议用机器就好了。对，那干燥机就是一台，那我皮削好就进去，时间设定好，
时间到就拉出来了，就不用经过这些上架啊什么的，很辛苦啊。那其实像这个啦，这个虽然很熏，可是其实它就增加那个柿饼的风味，那反而变成是别间没有的。新与旧世代的撞击、争论之后的妥协，吕玉成渐渐地在创新与传统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柿饼延续传统手工制作，在行销方面就得靠年轻一辈的创意了。因为以前盒子也上面也没有印什么，就印新埔柿饼这样。后来想说，那我就叫爸爸说，不然你去印个名片，对我帮你发，对啊，然后就是算做广告啦，帮他做广告，不然人家虽然跟你买柿饼，可是他只知道是新埔柿饼，不知道你是谁啊。对啊，然后后来就是叫他印名片，我就去卖，我就去帮他摆摊，然后就顺便帮他发名片。对，做了一辈子的柿饼，没印过名片，没推销过自己。现在因为儿子开始有了专属的品牌和行销管道，屡屡见从来没想过的网络世界，也因为儿子的关系架起了网站。柿饼农场开了 FB 粉专，年轻一代跃跃欲试，年长的这一辈也从质疑转变成信任。当然我是想说，当然不要只是单一这个柿饼啊，柿饼其实我们还可以再帮它加工到其他的东西，我是这样想。对，因为毕竟说难听点，一个东西吃久了都会吃腻，对啊，何况是现在年轻人。其实我回来街也看的话，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这个东西是没有兴趣，对。那我现在是有想说，看能不能把它做一些让年轻人接受的东西，这样子。像是什么？像我有想过啦，就是其实现在韩国有在做，它柿子它可以把它做成洗发精跟沐浴乳，对那些。或者是化妆品啊，当然啊，年轻人他有他的新点子，哎，所以你现在都接受就对了，哎，对，就不会吐槽了。啊，不会了，因为我也想要上年纪的啦，也该是给他要去发挥的时代了。父子之间的默契与信任，在每一个捏柿饼的动作中表露无遗。因为勇于创新尝试，他们开始将老祖宗的智慧与年轻人的想法相互结合，推广柿饼鸡汤、柿饼茶，都是吕玉成的点子。本来这个柿干上面这个霜哈，它就是润喉、护嗓，还有润肺。哎，如果是气管不好的人，还有我经常要讲话，又没有练，容易没有声音、沙哑哈，需要这个。现在柿饼不只是能当做零食、口粮品尝，入了菜、入了茶的柿霜，更是老祖宗智慧的展现。不喜欢复古口味吗？那么柿饼厂里也有柿饼奶酪，加入柿饼果肉和浓醇的鲜奶，每一口都吃得到柿饼的甜蜜和牛奶的香醇。秋老虎发威的午后，天气炎热，在这里还有小朋友最爱的柿饼冰棒，每一口都吃得到柿饼的天然甜味，消暑不腻。Delicious, very good. 客家传统美食以全新样貌征服游客的味蕾。柿饼不再只是柿饼，就连削下来的柿皮，现在也可以很文青。因为柿饼农场意外发现，柿皮和柿子汁有作为染料的潜力，再加上不同于一般的植物染，柿染耐晒、颜色艳丽、物尽其用的概念，符合客家精神。有趣的体验也让游客认识柿子的另一面。好，那我们今天呢要体验的叫刷染哈。那我们刷染的染料呢，就是这一瓶哈，这个就是柿农输下来的柿子，我们把它榨成果汁。选好喜欢的版型，拿起画笔沾上柿子汁。如果说你会画画的话，你可以自己直接在这个袋子上面呢作画。老师这样看可以吗？好，
尽量要刷均匀哈，刷饱和点。柿子汁刷完版型，再分别使用不同成分的定色剂，独一无二的试染商品就完成了。把循板轻轻拆下来，哇，这样就算完成了哈。好可爱哦！从柿饼到柿染，新竹新埔不断赋予传统产业新的生命。吕玉成的成功模式也吸引了许多原本像他一样远离家乡的游子返乡，像是他另一家农园的刘文祥。刘文祥原本在台北的大型医院担任医检师，看到家乡的改变，他也决定回乡经营柿饼工坊。就是说，我们就不用完全依靠这种盘商哈，那中间的这个获利，那由我们自己这边可以自己贩售哈，那提高我们的获利，那就不用像以前这么辛苦那当然，相对的我们可以把品质持续的提升。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网络商城是蓬勃发展。那时候刚好就是搭上这个阶段哈，那网络的行销当然客人如果进到产地来，那我们也是尽量能够去回答客人他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他制成需要多久，或者是这个柿子是不是能够直接吃的是不是跟甜柿一样，那会比较做一些类似食农的观念。年轻一辈回乡带来新的态度，也带来新的观念与创业，而这股动能还有机会推动更多元化的发展。我觉得在创造自己的品牌这件事情其实很重要，第一个是形象嘛，那在形象这个部分上我觉得其实怎么塑造，你要抒发自己的企业什么形象，那包含结合了比方说客家的文化，到底客家文化指的是哪些细节，比方说是很淳朴的、很美好的，甚至是高级的这件事情，我想形象要塑造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我觉得才可以在形象往上走、往上升级。那我想这一点其实在日本的很多农产品其实相对来讲，当然它的包装设计，当然通常我们看其实有点过度包装，但是另一个层面来讲，我们都知道它不环保，可是看得很喜欢。那在这个喜欢背后，我们其实信赖的是说它的品牌的文化，他觉得它上面写天然，你是相信它的；它开高价，你也相信它的品质。那你看了期限，你也相信它的你也相信它是安全无虞的。那相对来讲，台湾在农产品农特产品这一块，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说，在这方面其实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包含其实现在政府其实有在推广农产品履历这件事情，让什么4张1Q 这种产品履历的概念，其实这些都可以加值在这些产品上面。九江风吹红了柿子，带来了人潮，更将柿饼吹向全台。2500颗柿饼造型坐垫与竹编大柿盘布满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这是地景艺术家林胜龙所设计的黄金意象。之后就是白色的上衣，白色的 T 恤。当老祖宗的智慧与新一代的创意结合，擦出的火花也为柿饼产业注入了全新的可能性。正如同用来制作柿饼的柴火般，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也让全世界都看到台湾的客家文化。